再来看2024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要举行，不过最近解放军的动作是真多，传出讲陆委会会要求双城论坛先停办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是表示讲，这是两岸将人道的沟通交流平台，望各会当来继续办落去。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按算17举行，不过今嘛可能会有变数。传出陆委会按算伫今仔日说明政府对这个案的基本立场。中国若持续对台湾军事威胁，无排除双城论坛要发动点。双城论坛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举办哦，不仅增加彼此的沟通哦，甚至如果对于对岸军演不满的部分，也可以透过双城论坛去反映哦。接受了上海指派副市长来，接受了共机共建加强老台，甚至在军事胁迫加剧的状况底下，也要来办理双城论坛吗？我想这是所有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哦。那的议员看法是无同款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讲，愈紧张、愈困难的时阵，就愈需要沟通交流，交流比无交流较好，增加了解比增加误解较好。希望双城论坛会当继续办落去。过去这几年，其实很多国家认为台湾兵凶战危，也认为这个区域是地缘政治的高危险区。双城论坛是难能可贵，持续维持两岸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市政交流平台。所以我们非常珍惜，也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。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对台湾的民主更有信心，对于交流更有自己的态度？开大门走大路应该会是比较好的方式。两岸的关系紧张，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福吟11表示，应中国邀请，前总统马英九会伫12月18至26日，带领台九学堂的学员访问中国，参加伫哈尔滨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兵设节活动，而且会去四川成都来参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